我是阿里法，阁是欧米伽，是头一个，是落尾的，是起头，是煞尾。咱三甲来吟圣诗，圣诗202首，上帝的原本是我牧者。现在起立来吟。 现在犹原徛伫用主甲是咱的祈祷文，三个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遮，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入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 代代无尽，阿门。所接用使徒信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勒多入来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 第三日，对死人中告我上天，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病，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就替过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现在稍个来启用，启用问题。65篇，圣诗后壁的65篇是启示录的第21篇。我有看见新的天、新的地。我阁看见圣城，新的耶路撒冷，对天顶上帝遐降落来。
我阁听到有大个声对宝座发出，讲：上帝要甲因做伙徛起，上帝要亲身甲因同在，做因的上帝。无阁有死实，嘛无阁有哀伤、嗷叫、痛疼。后来坐伫宝座迄位讲：看，我将万面拢换新。伊甲我讲完成啊！喙焦的人，我要将活命的水泉，我白白互因啉。我要做因的上帝。咱三甲额头来祈祷。创造时间、空间、宇宙万面的主，阮来朝见你，救赎阮的主。伫2023年最后一天，阮伫你面头前，为着这规年你满满的恩典，阮感谢你。为着设到70周年，阮欢喜准备庆祝的时刻，那亲像几工以前，总是即马，阮已经到年的落尾，要迎接新的一年。人讲，人伫世间的日子，只是不断经过心神的软正试探，经过失去信心跋倒，经过上帝的救恩、管教、拯救，人悔改、重新出发，一摆搁一摆。主，阮感谢你，你无因为阮的软正放弃对阮的拯救，阮所领受的恩典甲福气，想起来是阮无堪得着，总是。主耶稣为了阮卑微无堪的人，放杀伊的性命。所以，伫新的一年要开始的时，阮为了旧的一年，你丰富的恩典，阮献上阮的感谢。阮嘛将愿意将旧的一年摆伫主的面头前，遐个旧的我会做骄傲、贫惰、贪心、冷漠、无疼心、无信心、无知、尊叹世俗，阁有做阮毋知影的罪。求圣神搁一摆来管教，也求主耶稣的保护来洗清阮的罪。搁一摆，阮要立志，阮要一生拢跟对你，毋单是明年，也是阮人生以后每一年每一个日子。求你时时踮伫阮中间，做阮一生的主。当有一日，阮到人生的尽头，阮毋是算阮一年，阮算阮一生的日子。阮希望阮会看见。是充满恩典甲祝福的记号的生命，是经过荣耀得胜见证的生命，是丰丰富富疼人疼上帝的生命。就话，国经过2礼拜，阮的国家要举行大选，求主伫阮台湾这个土地掌权，为国家陪伴合你心意的人，互阮得到安全甲发展。愿你的旨意会当行伫这个土地，亲像行伫天。这是阮要。伫拜堂开始，阮的敬拜，让你降临伫阮的中间，感动阮的心，就听阮的祈祷，听阮的懊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恳求你听。今仔日学了，咱是奇妙的恩典啊！半石团契要来为咱献诗。
多谢半少团契的服侍。咱三个来读圣经，记载伫新约约翰福音第1章16节到18节。约翰福音第1章16节，因为对伊的充满，咱拢有所受，就恩典续接恩典。因为律法是对摩西来传，恩典甲真理是对耶稣基督才有。袂捌有人看见上帝，只有伫爸心怀中独生的囝来表明伊。咱今仔讲到，请咱张牧师吼，伊讲的题目是恩典续接恩典。咱感谢上帝，互咱行到2023年的最后一天。小可回顾今年发生的一寡代志，咱无偌久就要行出新的2024年。今年有英国王位的交接吼，咱有看见，互咱10月初7以色列甲哈马斯开战到即阵，台湾伫Me Too 即个事件有一段时间也伫媒体时常看见，中国因有真侪问题，内部的问题即个外交部长、国防部长拢失踪去。当然咱知影，日本开始核岛开始咧放这以前有核污染的这水，这拢是大概世界各国发生的代志。那小可甲盘点一下，是世界各国有真侪政治的危机也好，有公共卫生的危机为2019年到今仔日，不三时你就会讲佫有变种好像还没有完全解除有猴痘即嘛有流感，为什么这个公共卫生的问题，伫世界人类移动愈来愈频繁的时，无一个所在会通避免即种全世界性即种公共卫生的即个惊吓。诈骗实在是互咱愈来愈惊吓。以前人甲人中间的互信，即马听到声音、看到影，你拢无法度通确定，即个是真的还是假甚至有足侪这诈骗集团用各种方法来谋取利益。当然自然灾害是逐年拢有啦，地震啦、风灾啦，也是野火肆虐吼。咱看见体育有即个亚运啦较少。科技当然咱看 ChatGPT 即马 AI 过来将来发展会到什么款的程度？这大概拢是咱旧年伫全世界大家关心注意的问题。几啊年前开始，我就真注意所谓的年度代表制啦，就是讲经过一年伫即个社会、伫即个国家，你感觉用一个汉字来代表你对即个年的感受今年当然日本是用税就是感觉因为因销售税有增加了，因感觉生活压力就加真重第2名就是听讲今年原来是破纪录足热的天气。战争当然是日本人，也是咱嘛有感受到迄个乌俄战争也未煞，即马搁以巴的战争这是因头前3名。台湾较注目伫家己咱社会所发生的代志。第1名是缺啦有一段时间就讲缺疫苗啦、缺口罩啦、缺啥物，所以咱第1名是讲真欠即马。咧选举的中间就讲三缺，无电啦、无人啦、无土地啦、无啥缺，迄是咱台湾的迄落。2会真做咱的第2名，我嘛感觉真奇怪为什么会敢有遐尼严重的迄落早困顿拢毋是真好的迄落你看这个年度社会国家因用一个字来代表我真
最近这2年开始想讲，若我家己咧，若我咧，若是你咧，真正这汉字中间，你会选倒一字来代表过去这1年？可能会今仔日咱还有一点仔时间，你会通去想看觅。如果若足侪汉字要我选，你会选倒一字啦？吼！当然，我想咱大部分基督徒拢会用稳定的稳。几乎是逐年拢是即种基督徒操拢很济。逐年过年的时阵，拢会讲你用稳定做年冬的免流。稳定是咱的冠冕，滴伫咱的冠啊。咱经过的路虽然有目屎，总是咱有油咧滴。经过流目屎的山谷，互伊变成秋天福气充满的所在。4篇65篇。所以有人甲恩这个字拆做2字啦，吼，头前观点就是因为有你，心存感激，因为有上帝保守，所以因为有你我真感谢会通经过新的1年，嘛因为有咱周围的人，不管咱厝内的人、兄弟姊妹，也是咱这朋友、亲人，也是讲真侪。无形中帮助咱、引带咱国家的领导者等等，咱拢感觉我心怀感恩。所以大概咱拢用稳定，基督徒大概是咱逐年伫年尾的时阵的一个代表的汉字。当然咱也毋茫伫稳定、煞接稳定，毋是讲2023，咱伫2024年继续来领受。因为有上帝甲咱3档行人生的道路，我们能够恩上加恩，请甲我做伙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互阮会通平安顺利来行到今年的最后一天，也拄好是你分别最圣的日子。今仔日，阮用感恩的心三角来组织伫遮，也要甲主耶稣共济道。来领受这个有形稳定的记号，因为主耶稣基督，阮的人生才有盼望。若无主，若无上帝，阮的人生就亲像摩西讲的，70年、80年，其中会通夸口的，只不过是劳苦甲忧愁。总是这毋是阮的终局，毋是阮最后的命运，因为有你，因为主耶稣基督，阮逐工。逐日咧领受恩上加恩，虽然年纪增加，阮年龄哪大，身体状态检查哪有问题，总是阮的心灵日日换新，因为知影肉体以及阮目睭其中所看一切，有一天拢要过去，有新的天、新的地，无死亡、无目屎、无痛苦、无嗷叫的性命咧听候阮。因为安尼，阮勇敢壮大，面对头前一切的挑战。愿上帝你保守看顾，互阮通过今仔日阮所领受、所诉算上帝你的恩典，伫主耶稣基督内底继续加添互阮稳定、煞接稳定，直到阮进入伫你永远的国度。祈祷靠耶稣的名来求，阿们。昨我咧看报纸，你毋知有看到新闻啦吼因为过年大家拢都开始即个大乐透都开始加码奖金都加真多其中记者去问一下吼，讲哇你有买遐多无？伊讲有啦，都过年我都甲财神爷500块甲伊报一个名咧，有一天看伊有法度通眷顾我，互我得到这个乐透的大奖。这个是伊咧讲起来，我就去找我以前一个资料足趣味，这是旧的新闻，毋是最近的吼。台湾有一年大乐透，因为几啊期无得到，所以累积到18亿呢，18亿将近要6-7千万的美金呢。到底这个毋知到尾是甚物人得到啦吼。因为这个新闻趣味是在于讲吼，
开奖了后，有一个叫 Mason 的吼，这个网友，伊就讲阮同学对大乐透18亿6马全中吼，哇，这实在是真趣味啊，真恭喜的代志啊！伊嘛秀出来呢吼，秀出这张图，伊这同学6马全中，后来发现讲迄登记的啦，迄心内足怨切咧，登记的号码即期开出来安尼。完全拢嫌一块银嘛无啦吼，所以讲摕到这张吼，心内毋知要硬偌久咧吼。总是我毋知你有迄习惯去买这无啦吼。真侪人问讲虽然几率无悬，搞不好上帝若要稳定互我。牧师，我想拢捌听过这，我有去买乐透，牧师我若得吼，我才献教会献较济。这毋知算得乐透，毋知算应该嘛是算上稳定啦吼。这个人空欢喜一场。总是我搁看另外一个新闻真趣味吼。你敢知影有人吼真正连续幸运之神眷顾2次？这是2010年吼伫 Missouri 吼，美国 Missouri 一个57岁叫做普伦，伊6月吼刮刮乐得100万美金，9月搁去买一届，搁得200万啦，拢中300万。伊本来伫这个6月到9月的4个月久中间安尼得300万美金，所以互人真新鲜啦吼。伊是一个以前做兵的退伍伫电视公司中奖了后，当然伊就办理退休。我57岁还会使退休啦吼。总是大家咧想讲，这个人真正有偏财运呢吼。那算，因为迄个 Missouri 迄乐透迄彩券局咧算讲，要得一届刮刮乐，伊的几率大概是228万分之一啦，一届。这个人连续几个月久得2届。伊买的迄个彩券，佫毋是同一种的类型，所以无法度通算讲伊到底迄个几率是低到偌低啦。你有法度通连续伫无共款的即个彩券内底得着迄可能几亿分之一啦吼，几亿分之一。伊一届领200万，互美国政府扣100万美金去，200万美金嘛足好用。总是伊感觉讲，大概。好运就安尼啦，已经2届吼，你还佫有啥物通好求的？毋过因太太讲，后摆可能换我啊，可能咱大家嘛安尼想，你拢用了即摆过来后摆可能大家共同的心愿啦吼，能够好运，佫加上佫侪好运。你对稳定的定义，稳定的定义到底是啥物？当然是意外惊喜吼，无拍算。这个普伦，人伊嘛有甲财神爷报名啦吼，有付出淡薄，只是无想到讲伊的回馈会遐尼大。检查你安尼会通算讲是，嘛是一种的稳定啦吼。总是保罗甲咱讲，既若做工的，你做工得到你做工的报酬，迄无算作是稳定。那是你应得的你都有付出这么多劳力，你有付出这么多这么苦心，所以今仔日你考到一个真好的大学你找到一个真好的大学，你有真好的薪水，这你有付出相当的代价，算是应该的。稳定大概咱会通讲是，你会感觉讲不成比例啦。我付出一点点得到这么多。是讲我完全无资格，忽然间那稳定到总统要上任嘛，我本来爱坐10年的，忽然间来一个特色无想到，这忽然间这一些东西完全不配得的，迄个才叫做稳定。所以稳定的定义，伫咱教会内底，咱会通好好来想讲我得到什么款的稳定。真感谢今日磐石团契用这首歌，我也特别用这首歌来甲咱三角唱。这条歌咱大家真熟，Amazing Grace 奇异恩典吼。
咱真定定唱，定定听，总是你捌想过，到底伫什么所在，互你感觉真 amazing， 真感谢，真奇异。咱拢知影这是John Newton 所写，这个是英国的诗人总是旋律实际上是美国早期民谣的旋律，是迄个歌词是这个约翰牛顿的这个牧师所写吼。对伫即个读阵咱的磐石团契咧唱的是，你毋知捌甲想讲，到底你咧唱这稳定我敢知影什么叫做稳定？伊的奇妙的所在伫什么所在？所以我咧准备即个时阵，我是用华语的华语的翻译甲英语的翻译。华语讲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我以前是失迷，但找到回来，被寻回，瞎眼睛得看见。一节可能拢会通代表一两项稳定啦。第一节的歌词，甲咱讲我罪得到赦免，这种的稳定。有人救赎我，搁一个稳定是风吹倒转来，是被动的，毋是我家己忏悔认罪，活头倒转来，是上帝耶稣基督来找我，甲我吹倒转来，互我看见我生命现今的状态。以前我痴迷，我追求这有诶无诶，但今仔日看见我生命的价值甲意义伫什么所在？第一节。是罪得到赦免，今日佫倒转来到伫创造主的面前的稳定。伊讲即种稳定，互我真敬畏啦吼。我得到足大的安慰。毋是讲你爱做基督徒第二代、第三代信偌久以后，你才会通得到即个稳定。你都逐工拢来礼拜，逐礼拜拢有逐个月拢有现金。这种的稳定，毋是讲初信之时。当我接受耶稣基督迄个时阵，我就得到这个稳定啦。毋是靠你的行为，毋是靠你的功德，所以我的心得到安慰。我无阁惊吓，我信，但得到称罪义。第三节讲真侪危险，经过这个人生的道路了，上帝引带我靠住稳定，我知影。我的最终目标是倒转到耶和华的厝，靠这个稳定，我要倒转到创造我的上帝的家。第四个稳定，讲将来迄年，我会通甲我所少年的亲人，也是其他侪圣徒，以前70年伫南门教会做礼拜，你熟悉真侪人，今仔日上帝已经调因倒转去，但伫迄个时，我会通甲因伫遐欢喜。自责伫上帝温座前欢喜唱歌。John Newton讲：“我真盼望迄天赶紧实现。”这也是保罗讲的：“盼望我真紧就会通伫上帝国度，甲上帝以及甲其他的圣徒伫迄个所在来欢聚。”这个是4节的歌词，甲咱讲到足侪无共款的稳定。咱来看John Newton，咱大概对伊的故事小可知影。因老爸本来就是行船的人，总是伊的老母对伊影响较大，是一个真虔诚的基督徒。伊真盼望即个囡仔会通甲培养，将来做一个牧师。定定为着即个项代志祈祷，所以真不幸，伊7岁的时阵，因老母就过身啊。所以7岁的时阵，有背一寡圣经啦、圣经故事，伊知影，总是到伫。John Newton 37岁认罪悔改了后，已经过身的老母会祈祷，才得到应允。因为无老母，通甲因带老爸咧行船，所以伊敢若读册读2年了后，老爸甲寄伫迄寄宿学校，真严格，伊就无爱继续搁读所以11岁就去上船，去做行船的生活。当时故事讲伊也捌
受到国家的征兵，总是伊是逃走，到尾佫互掠倒转来。退伍了后，伊开始是伫奴隶的迄个咧为英国去非洲当时贩卖奴隶是也是合法的时代是一个高所得利益真悬的生意，所以倒转去伫奴隶船馆店去做，所以船员的生活你知伫海上真无聊像考完了的无恶不作，逐项代志了。伊主要变化伫1748年一届要倒转来为非洲要转来英国的中间，拄着暴风雨的时阵，伊伫遐讲伊有祈祷求上帝讲，你若互我即届保全我的性命会通倒转去到陆上，我愿意做你的奴仆。我想这伊的老母囡仔的时代对伊的祈祷甲对伊的影响，伫即个时阵就发挥作用。所以伊开始。迄个时阵，伊拄到一个船长，是一个真虔诚的基督徒，所以开始对基督徒的生活的方式各方面的价值观有一个渴望的心，所以开始来读一寡属灵的册伊愿意来悔改后来结婚伫利物浦渐渐开始对圣经有兴趣，拉丁文、希伯来文的圣经。1764年，安尼伊伫要将近40岁的时阵，圣公会甲伊按立做牧师。这个就是John Newton的故事。伊讲，伫认罪悔改了后，伊就开始加入伫，伊知影对这奴隶迄种不人道足残忍的这个对待方法，伫迄个时代就反对。奴隶买施恩典随上，咱若知影伊的故事，就知影伊即个顶头生悔改的过程。到82岁离开世间，到伊年老的时阵，我一生敢若知影2项代志：第一个是我是罪人，第二是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所以毋知啦，我即个John Newton 真无一定伫迄个英国迄个叫做西敏寺教堂内底，毋知是毋是有伫内底。后摆若有人有机会去西敏寺教堂的时阵 ，Westminster 迄是毋是待伫遐，我毋知影。讲伊的墓碑馆顶是写我以前是犯罪的，是毋信上帝的，种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怜悯，互我得到保守福建。下面也会通有份伫传福音的工作。我刚才记2项代志：第一，我是罪人；第二，我需要耶稣基督。所以中文翻译做恩上加恩，咱单话甲翻译做恩典煞接恩典。今仔话本的圣经讲，对伊的奉献，伊是指什么人？对主耶稣基督。律法是摩西传的。恩典甲真理是主耶稣赏赐予咱的，对耶稣基督的丰盛的内底，咱会通领受恩典。毋是讲一项恩典呢，是恩上加恩啦吼。所以我读这段圣经的是共一种的恩典，那就下罪的一再甲你下罪，敢干那安尼尔？是同一恩典的加码，还是连续接受无共款的恩典？那英语的圣经是讲 one blessing after another， 一种会祝福了后，佮加上其他的。所以我想，这个恩上加恩，毋是单一的恩典持续还是加码，是恩典以后，佮也有其他的恩典，一项的恩典。我还记得我无久以前伫妇女团嘅主理的时阵。出了一个作业给这姊妹，请你对以弗所第1章30到14节，伊讲保罗甲以弗所教会讲，咱拢已经有领受足侪属灵的福气所以恁倒转去算看卖，恁我们到底得到多少属灵福气？这今仔日咱会通做咱的功课，你等于时阵有机会，你家己算看卖，对迄几节内底，咱有得到什么款的福气？
熟练好去。这个今日恩上加恩有很多是重复共款的，所以咱今日无要为有所一招，咱来看咱得到的稳定到底是什么，来盘点一下。咱做一个上帝囝儿，做一个基督徒，你甲我，咱有领受到将牛坛这个牧师伊感受到稳定了无？第一个稳定就做得到赦免、受清罪义的救恩。这下面足多圣经节啦，吼，大概我不解释，只是互咱知影。伫无久以前，咱咧讲圣诞颂歌的时阵，有讲到行色的约翰的老爸叫祭司撒加利亚，伊唱一条救恩颂。伫迄个中间，伊有讲到，互伊的百姓对伊来得到赦罪，就知拯救的恩。伊咧唱救恩颂的时阵是讲，我的囝行色的约翰要成做耶稣基督会开路先锋。将来这个耶稣基督要互百姓对伊来得到赦罪，要互百姓知影，咱已经互上帝拯救的恩典。这是路加1章77节。保罗伫以弗所2章50讲，当咱对过失，对咱无法度处理罪伫上帝公义的面前，是受判死刑的时，就互咱甲基督同活，因为恁是对恩典来得到救，受清罪义。罗马书3章24节，但为着伊的恩典，咱是白白得到清罪义，对着耶稣基督赎回。毋是你的罪上帝遮掩不看，而是上帝用耶稣基督的牺牲性命来甲你赎倒转来，伊替咱付出罪代价。然后你没有付出什么，你也免坐监牢，你也免判死刑，你直接白白互上帝看做义。使徒行传15章才讲，咱是对主耶稣基督的恩来得救。所以第一个是得救的恩典，得救清罪义的恩典；第二是受拣选的恩典。所以提摩太后书1章9节讲，伊救咱用圣的调，神圣用伊的神圣伊的公义，呼召咱来就近伊，毋是照咱的行做，是照伊家己的旨意甲恩典。为什么你今日坐伫遮？为什么你是基督徒？老实讲，我嘛毋知影。就咱人生的一部分，上帝主权的显现，照伊的旨意，伊要将这个恩典来赏赐予咱，拣选咱成做伊的囝儿。这个恩典就是永世代代生，伫主耶稣基督伊赏赐咱的。你可能第4代、第5代基督徒，你可能今日第1代无定，你今日第一遍来坐伫教会。我毋知影，总是受拣选，知影这个是一个上帝主权的显现，受拣选的恩典。伫罗马书11章也有讲到，上帝捌伫迄个讲我为着家己吼，当迄个以利亚失志的时阵，伊讲你毋知影，我为着家己有留7000个，因是无迄个跪拜这偶像的，这7000人我留咧。现今也安尼也有所留的，是照我的恩典来拣选的，是上帝恩典来拣选，毋是咱有比别人较高尚，比别人较好，是照伊的恩典拣选咱来承受这个得救，来承受这个永远的活命。总是若照恩典就无搁对所行，毋是你的所行。就恩典，你若照你的功德因为我表现得太好了，所以被神拣选，那个就不叫做恩典啦。所以第2个恩典是受拣选的恩典，第3个恩典是领受圣神的恩典。主要说在世间的神讲，我要赏赐恁一个保惠师，互伊永远甲恁三角大。伊是真理的圣神，伊帮助咱读圣经。互咱更较明白上帝，互咱更较明白耶稣基督的救恩。独独恁也捌伊，因为伊甲恁三角大，搁要点伫恁。咱弟兄们不要怀疑，咱伫主耶稣基督领受这个信仰，
伫上帝甲众人面前宣告我的信仰的时阵，就有圣神伫你的内底，甲咱三个点伫咱的内底，时常咧提醒咱。只是你要不要在意圣神用讲袂出来吐气咧替咱祈祷？你在不在意？你有要听圣神的声也无？迄是咱的问题。圣神他并没有离开我们，圣神家己甲咱的灵三个干净。圣神要甲你讲，你是上帝囝，你毋是魔鬼仔囝，你毋是一个伫罪恶中间会永远沉沦的，你是上帝囝，因为你已经承受了上帝救恩。提多书3章50，伊就救咱，毋是对着咱所行的义，是照伊的怜悯来定头生，伫耶稣基督的名来定头生的死，甲咱带伫咱心内圣神的换心，圣神提醒咱过一个上帝欢喜的生活。这是第三个稳定，你心内有圣神的同在。第四个稳定就是，伊想说咱各种无共款的灾难。你今仔想无信耶稣基督的人嘛，有各种无共款的灾难。总是对基督徒来讲，咱相信上帝互我即个才调，有音乐的，有的有电脑的、科技的，读册各方面的才调。逐人照所受的恩赐三服侍，毋是干那伫教会服侍，毋嘛伫社会服侍。咱咧服侍整个社会，做护士、做医生、做老师，做上帝百般稳定的管家。上帝既然互我有这方面较特殊，较会通利益众人的才调，我就好好把这个恩赐甲才调甲应用出来。所以伊有说第4章来讲，总是用稳定，互咱逐人，咱逐个人拢有稳定。你莫讲我拢袂晓半项，绝对有上帝互你的稳定。如果咱甲迄个稳定，甲伊藏伫土里，甲伊抬伫像1000两银迄个，上帝收倒转去，将你的稳定收倒转去，是照基督恩赐的分量。哇，咱有遮尔多，咱看今仔日，在咱教会内底有遮尔多音乐的人才各种无共款的人才。上帝基督恩赐的分量来赏赐互咱。若是圣神的显明是赏赐逐人，伊赏赐你，毋是利益你本身尔，也要互你通过你来利益众人。所以咱有得到上帝各种才能恩赐迄种的稳定。第五，你会通传福音嘛是一种的稳定。罗马书1章第50，保罗安尼讲：阮对伊受到稳定，也领受使徒的职。要为着伊的名，互人伫万邦中信来顺谈。保罗认为讲，我会通传福音是一个稳定，是上帝互我的积分，互我会通伫人的中间来，伫万邦的中间来，互人了解这个疼痛的上帝，以及伊要甲人和好迄种的心意。保罗定定用家己讲我哪会不配？我是是一个抵得基督去掠基督徒的人。我伫正圣道中是上歹，是上第一岁。总是上帝哪会互我有这种稳定，通将基督切袂得的布传到外邦。上帝将这个重要的职务交代一个抵得伊的人。会通互众人明白，这个奥妙是安尼安排。这个是保罗认为讲，我会通传扬主的名，我会通传福音，嘛是种的稳定。兄弟姊妹，咱伫咱的职场，伫咱家庭内底，是毋是甲这个当作是稳定，还是重担？叫伊传咱，我拢袂晓啦，我袂晓讲，袂晓。咱的行为就是咧传咱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最后一个。上重要，也是咱即时还未经验，就是得到永活的稳定。当恁已经得到逃亡脱离罪恶，你已经真做上帝奴仆，毋是罪奴仆，毋是死亡手的奴仆，咱就会得到果子滴到真圣，结局最后领受的就是永活。提到
提多书3章60到70，伊讲圣神就是伊对咱的救主耶稣基督大大降落伫咱，互咱对伊的恩来称作义。今仔日毋是互上帝互咱看做义，通照永远愿望来行做好事。我们是承受永生的后裔。咱将来，所以咱头先咧读使徒圣经，我信肉体，我信永远的活命。这个是上帝应允，你有相信永远的活命也无？约翰1书2章25节，清清楚楚甲咱讲，这个也是上帝所应允咱的应允。上帝讲我 promise 赏赐予你，就是永远。耶稣基督讲：伫我爸家有真侪厝体，若无我早就甲恁讲，互我到的所在，你若要三甲伫遐。我们能够得到迄个永生，是咱有一天咱拢会经过。这个世间的历史有一天会结束，咱的人生有行到肉体无喘气的时阵，总是迄个时阵就改换成做永远的活命。所以是恩典煞接恩典，我们就整理一下。这6种的恩典，白白称义的恩典，受竞选的恩典，领受圣神的恩典，有逐样属灵恩赐的恩典，会通去传福音，互人认捌上帝的恩典，也有迄个咱即时也未经验，也未领受到承受永远活命的恩典，恩上加恩，这个是你已经有的。毋茫你感觉倒一项恩典我较欠，毋茫咱。伫上帝面前来求伊，赏赐咱较侪这方面的恩典，互上帝名得到荣光。今仔日咱就用约翰1章约翰1书约翰1章16节做咱今日经句，咱做伙来读。因为对伊的充满，咱拢有所受，就恩典煞接恩典。约翰1章16节，对伊的充满，对耶稣基督充满伫咱的心。你已经有领受恩典，煞接恩典，做伙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互阮伫年尾时来数算阮所领受到的恩典。恳求你，有时阮无将这当作是恩典，反倒当作是重担，帮助阮搁一摆伫圣神的感动下面了解，你是恩典煞接恩典，直到阮到你的面前。阮恳求你，互阮珍惜阮的身份。阮的所领受的，不管是圣神在调，还是传福音的使命，互阮真正体会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大。祈祷靠耶稣的名，阿们。真感谢牧师分享的恩典的讯息。咱三个吟圣诗，圣诗583首，愿主顺利圣手。现在起立来吟。对
是教会照礼数，咱要来行献信礼。我是即时请俊廷，请你来徛到台仔前。俊廷，你伫细汉的时已经有接受过洗礼，今仔日我要用献信礼来帮助你，搁一解告别你的信仰，通受接纳有份伫主的圣餐。主所听的刘俊廷，细汉的时已经受到洗礼，结连伫主耶稣基督来做伊教会会友，来属伫伊。上帝恩典已经互你长大成人，当你伫上帝甲完正人的面前要承认当时你的父母替你告别的信仰，来归属伊，来献家己互伊，也定心誓约来服侍伊。那主耶稣基督讲，所以既然伫人的面前承认我的，我也要伫我天父的爸面前来认伊。所以即时我要请你搁一届来告别你的信，伫上帝甲正人的面前，请你诚实来应答我所要问的。俊廷，你有相信上帝做你的天父，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圣神做你的保惠师也无？你有要诚实反悔你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来得到罪的赦免也无？你着倚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你有决意要安尼行也无？刘俊廷，细汉的时你已经受洗，即时你家己来告别你家己的信仰。所以我靠教会头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台北南门小会官兵接纳你来做陪产的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信约一切的恩典。即是请咱教会名誉长老。现任的长老，咱用握手来欢迎俊廷。献信的证书以及教会送伊一本的圣经来做伊献信的纪念。长老，请徛一下吼。妈妈毋知会通落来楼骹，咱做一个翕相无好？我趁这机会来介绍俊廷吼，是即马伫台大的心理研究所吼，伊来开5万研究所读3年吼，所以台大研究所好等伊妈妈落来一下吼。伊的名确实是亲像伊的人，亲像伊的名有无吼？又俊又挺安尼，刘俊廷足故意吼。伊的妈妈迄个听觉较有问题，毋过真辛苦来抚养他，所以我即个时阵特别来请伊的妈妈吼来做伙一个真特别纪念的来做伙翕一个相吼。静妹，翁静妹姐妹，来，你徛在边啊，来，徛在边啊，来，好，来，谢谢。恭喜，请咱特别为着俊廷来祈祷吼，以后伫即个少年的大家庭。得到咱大家做伙甲栽培吼，多谢。这是我要来三甲邀请伫主耶稣基督的名，咱三甲来领受这个恩典的记号，就是圣餐。当主耶稣受卖迄暝，伊有摕饼祝谢讲看，这个是我的身躯，要为着恁拍破的。
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要赎咱的罪来拍破牺牲伫十字架顶的，咱要领受这个恩典的记号，诚做咱罪得到赦免，甲上帝重新立志的一个记号。这是请咱的长老来侍奉。接受过洗礼，个别过信仰，不管你伫倒一个教会受洗，拢欢迎来领受上帝恩典的记号，这个圣餐。最后所邀请咱囡仔劳苦陪同大来就近我，我要互恁得到安息。开始了故意徛伫门外拍门，听见伊的声，欢喜开伊的心门的，伊就要入去，甲咱做伙三甲同道，来甲咱三甲大。毋知有人无，也未领受着，请你举手一下，互咱的侍奉的人较知影，有倒位有教的无？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你甲我做救赎来拍破的，请咱来领受。请咱先将迄个塑胶袋先甲摕起来吼。毋知有人还未领受着无？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你甲我的罪来拍破的，咱行安尼来纪念伊，三个领受。食了后，最后所摕倒顶的杯，对学生讲：看，即个杯要诚做信约的记号，是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主耶稣基督亲像搬过一个羊羔，伫伊的牺牲内底，诚做咱得救的记号。即个杯是新约，请咱三角用356首。圣诗356首来孝念伊的恩典。咱用基督的心做伙来念这首歌。主我的救国，爱记你的名。
耶稣亲像搬过一个受胎羊羔，诚做上帝甲咱立约的记号。当咱领受这个新约的记号时，就无搁伫罪恶甲死亡的中间来惊吓。毋知咱还有人还未领受着无？记号是主耶稣为着咱的罪所留的，咱来领受，因为咱是上帝囝儿。耶稣讲：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伊为着咱来死，直到伊过来，愿上帝平安，甲咱三甲一个。奉献，请张慧茹执事甲陈怡如执事。感谢，请去。请坐。报告。教会消息，今仔日欢迎大家来参加礼拜。今仔日咱嘛真欢喜，有刘俊廷弟兄来参加献信礼哦，加入咱教会这个大家庭。那么今仔日嘛是咱领受圣餐哦，咱会当用感谢心来进入新的一年。第二项是感谢过去一年伫教会中间有侪同工伫无共款的所在为教会来服侍吼。咱真感谢咱办公室的同事、同工、中职、曙光委员会各团契也甲咱的圣歌队敬拜团查经班等等，咱所有的教会内底的团契甲咱的集体，以及真侪也是主持人名会无明影响，
愿上帝赐福，嘛坚固因的手所做的工。第三是这个跨年有一个跨年音乐会，咱报告吼，下暗7点半7点到9点半伫两厅院国家音乐会的广场有一个台北祝福国际音乐会吼，然后较有海报，咱会当参考吼，看跨年活动要来参加看卖未？啊，第4项是咱2024年第一季的行事历吼，已经安排好势吼，请咱兄弟会记你家己提啊，嘛会记你家己服侍的日期甲项目。啊，若需要调整嘛，先甲办公室讲吼。啊，后礼拜日吼，咱有恢复2场礼拜，真欢喜，咱邀请到咱对美国回来的吴中伦牧师来本堂正道，啊，咱来期待这个代志吼。啊，财务组检绍吼，咱2023年的检绍，啊，请咱团契伫后礼拜日吼，将小铺交到办公室。啊，1月14，咱有真特别吼，咱张牧师以前伫加州所牧养的尔文教会，有兄弟60几个人，要来参加咱第2场礼拜，啊，甲咱的服务团契做伙参加例会吼。用餐以后，嘛请到迄个前门诺医院的黄胜雄的长老专题演讲，题目是信仰与抉择吼。下晡1点吼，伫咱的拜堂厅遮，请兄弟来留时间来参加吼。集体关怀啊，咱请代祷张牧师的妈妈吼，张可阿占牧师妈，伫12月20下晡7点半，这是美国的时间吼，啊已经安歇伫主内底，享会98岁。啊，个别礼拜伫1月初2下晡，伫洛杉矶的 Rose Hill 的牧园来举行。啊，张牧师因夫妇因暗嘛爱转去美国吼，1月初8会转来，请咱大家为着因的家庭来祈祷。啊，团契消息，服务团契吼，1月14第2场礼拜后有例会，啊，请咱还未报名会当赶紧来报名。啊，以上报告，请咱三个来吟。牧师介绍一下。咱今日真欢喜，为以前我伫美国真好的同工吼。啊，伫拉斯维加斯牧会陈伯志牧师因全家吼，啊，陈牧师因全家伫遮，甲因2个查某囝，啊，欢迎因倒转来伫台湾吼，啊，也是拉斯维加斯的会友吼，潘宪章啊，甲伊的太太吼，崔氏啊，因第2摆，今年初有来过一届的吼。然后倒来台湾拢请你来遮报道吼，啊，虽然是毋知影佫有需要我特别介绍的人无？我喺遮无啥物资料，睇你带啥物人来会通小介绍一下无？若无咱今日难得吼啊，所以咱伫地下室有准备很简单啦吼，可能食袂饱，毋过伫遐开讲啉咖啡袂歹，咱会通留伫迄个啊楼骹啊，做伙伫遐来请安甲交陪吼，多谢。咱三角用上用382首，上392首吼，何乐上帝万福丰源。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特别上帝无限无条件的疼痛，圣神的相通安慰祝福引带，甲咱见大家三合一个，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